南投中兴新村的老宿舍，经过进驻的店家一番的改造了后，展现着无同的风貌。为了要进一步来推展着在地丰富的自然生态，民俗的业者是举办着活动，带游客来认捌着在地食物，嘛要互更较侪人来感受到中兴新村的魅力。连续举办免门票的新园导览体验，民俗业者带民众来到中兴新村，熟悉在地特色，包括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文化历史，互家长和囡仔拢真爱来这个所在。我们本身对植物这些就是很有兴趣，然后中兴新村基本上是一个很绿化、很美化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看到现场这些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认识我们平常在周遭生活遇到的植物。业者甲老宿舍改造了后，保留原始的所在，就是希望结合在地生活体验，互来遮佚佗的民众透过无同款的选择，感受中兴新村的魅力。所以这里的植物树种是非常的丰富跟多元的。那往往我们觉得中兴新村是需要大家放慢脚步，慢慢认识的地方。有丰富的导览体验，还有 DIY 课程。毛熟悉选定类食物，和免纸甲种。趣味是园园有影，互真侪爸爸妈妈拢带囡仔来遮行踏。